四定山，你若无将韩丽花请来，会变皇上，韩丽花唔经过神计哩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伊要继承对三处的休礼啊。皇上，咱的大军得要继续征西，上有凤山、朱雀关，也甲麒麟山、金牛山、玄武关，啊呀，远的都也阁7、8座的关节，就关关节节啊，拢有贤人，个个本顶都是非常的好。但是韩丽花伊有通天的本领。所以，伊阁知影即个西番的地势，是非将伊请来不可啊！四定山，陈明你往汉江关请韩丽花，是要互你将功赎罪的机会。你无将伊韩丽花请来，是要怎样将功赎罪呢？陈明你离厝，搁再去请韩丽花？皇上，韩丽花，伊对我误会甚深，恐惊神第2摆若搁去，伊也是无法度甲我斗阵斗转来，不如就麻烦听千岁先给我走一撮。无咯，皇上啊，老臣啊，踮伫个韩小姐的面头前吼，啊，都安尼有话讲甲无话好话讲尽啊啦。啊，现在我已经无搁讲话余地啊啦，反正哦，去也是无路用啦。我看也是莫去为妙。四定山，你身犯死罪，又搁办事不力，谢师你若是无将伊韩丽花请来这个所在，是要怎样赎罪呢？我命你第2次再去。若是无赶紧将你问斩。哎呀，定山啊，韩小姐对你有怨，所以才唔甲你见面。夜你搁再试一摆，哪有身份的要紧呢？无定你一摆，受到韩小姐的感动，甲你做阵来，迄嘛无食着。好啦，去啦去啦，走一撮啦，走一撮啦。定山，你到底要去啊唔呢？神鸟子，嘛是过贪好韩丽花咯。唉，丽花虽然讲有功劳，也毋过定山，搁安怎讲嘛是定西的子婿啊，嘛不能该讲为着请韩丽花袂来，也就要将定山来处死。我看吼，定山第2次要去请韩丽花。伊嘛是袂来，也无规是安尼。咱两个替定山行一逝，来去汉江关要求丽花答应，你看啥款？迄袂用啊，袂用啊！阮大哥是用圣上的旨意去的，伊若毋去，是等于欺君逆子，会被处死呢。哎呀，金莲啊，也若安尼讲，恁阿兄若无去请韩丽花，毋就一定死路一条。你真是有影安尼忍心毋管，我这，哎呀，要叫人安怎管嘛？你着去奏明皇上嘛，叫皇上赐咱姑嫂3人，甲听老千岁，咱着陪定山来去，保定韩丽花会看在咱众人的面子啊！嘿，袂用的，袂用的。汉丽我看我上无顺眼，即声我若去，伊搁较毋肯来。要若安尼哦，你着莫去嘛。我甲大姐，甲听老千岁，陪定山来去就好啊。哎呀，两位阿嫂，要去恁嘛较早讲咧，咱皇上圣旨意啊，我即摆若去讲也伤慢啊。万一皇上若生气吼，无定着连我所怪罪啊。对你做的天
位置哦，我对得起家己的良心，安就对啊。你莫搁讲我啦。我话真明啦，咱讲实在啦，自咱成亲到现在吼，我会用讲对你是百依百顺哦。你讲的每一句话吼，都甲你当作敢若亲像圣水共款。不过今仔日吼是另外的啦，我大以后吼，若无好好来教某一个袂用的。无啊，你即摆安尼讲啥？我要拍某啊！毋是我要拍的哦，这是为恁大兄吼，是要替恁大兄甲你拍的哦。我看会好，啊无嘛。金莲啊，安怎啦？元帅一向遐尔啊疼你哦，就是讲你无要顾念兄妹的情分，你嘛应该替老夫人想看卖咧。遐皇上下旨，元帅若请韩丽花袂来，就要甲伊处死。敢讲你忍心看恁大兄去互人杀死？哎呦，恁遮的人哦，实在大家都足糊涂的啦。我到底是要叫我安怎讲嘛？恁大家听清楚啦。假使讲哦，我若无关心阮大哥的生死，天公伯啊，才互我比大佬较歹较会搁我呢。我会伤心。啊若安尼，你是安怎毋以你救驾公臣的身份去要求皇上？啊，你若遮离落哈，啊，因为对皇上根本袂自阮大哥。安怎？哦，我明白啊。皇上本来就毋是要甲恁大兄处死，是要处分伊的绝情尔嘛。伊若无听拢千岁甲婆婆，伊哪会一丝仔都袂着急，对无？伊若安尼，韩丽花嘛是故意要刁难丁山呢。对，安尼就对啊啦。说定吼，韩小姐已经互皇上封伊为做威逼了啊哦。吼，我想吼，最后伊也是共款会来嘛，对无？哦，我甲你讲，我一句都拢无讲出来，是恁家己去摇着的哦，无的代志，跟我无关系哦。哎呀，金莲啊，你放心啦，阿叔绝对袂讲，会保守你的秘密，嘛袂甲恁大兄讲。丁山啊，毋好搁啉啊啦，爱好困啊，明仔载你爱搁去汉江馆呢。听爸讲，实在真大细心，不但无伫万岁爷面头前，伫咧替我讲好话，搁伫遐头生活倒，搁叫我一定要搁到汉江馆去请伊喊咱丽花，真个恕我袂去咧。真是毋知好歹的韩丽花，我已经这里无面子去甲伊请，伊面子这里诚大个啊！还阁毋知好歹，实在无想无去，愈想是愈激心。心有奈委屈，不记你，你情伊的不拉情啊。
嘛，阮听阮阿兄讲你要去请，伤过威风嘛，佮带甲遐尼侪人，无怪人嘛无爱见你的面。即马我教你一个办法，你若去搬请伊，伊一定会甲你倒转来。是什么办法？安尼讲。是金将军甲大将军呐。啊，你伫迄边论头说尾是啥物人哈？秋官姑娘啊，迄是4万岁，你所袂认的哦。哦，原来是4万岁，倒位来散鬼。哎呀，秋官啊，你嘛莫讲甲遮尔啊歹听。当阮4万岁吼，即摆已经无摆派头啊，你嘛会用咧带阮来去见韩小姐。啊无吼，请4万岁先去大厅等，啊我来去禀报阮当家。啊伊有要来见你，还是无要见你，迄都爱看你家己的运气。文哦，花的。我看，即摆若是皇上的旨意，你大概袂来请无吼？当然是不。那毋过，我对四英用迄15岁，若是无解开咧，我嘛是会来请你倒转去东营。哇！你是我的某，啊，我哪会将你放在车无管的道理呢？人伫讲啊，翁婆床头拍是床尾和啦，啊，过去的代志已经是过去啊。我已经第2摆来请你呢，你看，我今仔日办到即款这个遮落魄的模样，应该你面子是真大咯。我相信讲你即摆会甲我倒转的才对。三处的花椒，你三处香。你对我讲过无数的花言巧语，也捌酒过蛇。对我误会，对我的侮辱，我拢会用放袂记，会用免计较。也毋过，你捌讲过一句话，迄句话我永远都记在咧心肝头。今仔日你若无照迄句话所行，免想我韩丽花会甲你倒转去东营。哦，无啊，我是对你讲什么话啊？讲啥物话？你袂记哩啊？我就是袂记的。我讲啥？真是袂记哩。袂记哩，我讲互你听。呀，三处红枝啊，结良缘，东邦亲口对我言。婚事那个去变化，三步一拜敲喊梨花。哎呀，丽花，
东东啊。男子汉气凌百里，这个女的红颜。一你若不拜是夫妻断，礼花不去，迄个别无关。就是嘞，好，你若唔去，唔去就退去。我四顶山真万岁也要把你喊梨花。这是有这代志，皇上，臣已经仁至义尽了，打扮这款落魄的模样，无想到韩梨花伊决心要出家为尼，伊搁再讲，阮夫妻情分计经断，伊无愿意搁再还俗。由此可见，伊已经无愿意为着咱大同来效命咯。这无可能，这个哪有可能啦？四定山，你敢无甲伊韩梨花讲，你若是请伊袂来，临时会甲你问斩？哎呀，皇上，韩梨花亲口讲的，阮夫妻情分计经断咯，伊哪有讲过我会相信呢？丁山，无但是韩小姐对你的激气也无碍事，不如请落听清水，搁陪你走一撮。这，多谢七千岁你的好意，若是要叫我四定山第三次搁去请伊咧，我情愿死，也无要到汉江关。大人啊！哎，将四定山按大牢。是。呀。无咯，听王伯，丁仲明咧真是下子，中定山甲伊处斩吗？皇上，请放心嘛，梨花已经有受封，确实唔来。你甲看，定山讲的愿死，也唔愿搁再去。这其中必有原因啦。所以老臣拍算讲，要亲自来去汉江关，问一个水落救出啦。为何情啊？为何情啊？梨花听诉泪淋淋啊，阿金红脸笑盈盈。永远大路修家金，真赤下。梨花，你唔免搁再伤心。白公啊，甲你保证，互伊登山三步一拜，拜拜来到汉江关你面头前，甲你请，安尼你有欢喜无？